年第一次跨年。係因為以前細個屋企管得嚴就冇咩機會，會比較開心嘅咯。即係話，咁其實我自己又唔係點樣去聽啲，但係如果你話有啲比較即係話名人啲嘅話，我都會有啲興趣嘅咯，係。我們不想要人頭多的地方，還可以倒數的那種，對，特別的，我覺得路特別乾淨。特別乾淨。對，風景也特別好。啊，那在海邊拍照都要拍到很多，都不用 P 圖。跨年氣氛啊，裝飾啊，OK，都好有不同嘅感覺。文化啦，覺得即係或者可惜啊，定係或者其實有其他活動都已經係我覺得涵蓋咗好多嘢。係新嘅一年啦，有咩新年願望？世界我自己我都係想睇電影。